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诗篇133篇，现代中文译本793页，台语汉语本680页。我即时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兄弟姊妹好好徛起，是遮尔啊幸福，遮尔啊快乐。这可比珍贵的油对阿伦的头顶流到喙手，搁流到伊的衫枝。这可比乌蒙山的甘露降落伫锡安的群山岭，伫遐上主应允赐福，赐了永远的活命。第二处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一书4章21节，约翰一书4章21节。现代中文译本373页，台语汉语本278页。我原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所以基督安尼命令咱，遐会听上帝的，嘛爱听家己的兄弟甲姊妹。今仔的信息命中注定我听你，是咱本堂的蔡主任牧师要来传讲。愿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话，愿上帝照听伊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阮只是要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求主你帮助阮排除一切困扰阮的所有烦恼，甲一切颠簸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专心来仰望你的话，透过安尼来得到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命中注定”，我听你。咱知影，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诗篇133篇。诗篇133篇，伊首先安尼讲：兄弟姊妹，和睦三甲徛起，是我尔啊幸福，我尔啊快乐。因为伫遐有上帝应允赐福，赐了永远的活命。咱来注意即个应允吼，即个字。如果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伊翻译做命定，吼，意思讲命中注定。咱台语的圣经翻译做定着，上帝已经注定，已经安排定着好的即个应允要互咱。所以兄弟姊妹和睦三甲徛起，这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今日这首诗叫做上架的诗，华语叫做上行之诗。咱来看这和合本也是讲。咱的台语汉语本下面拢这诗的标题下面有一个叫做上架的诗。伫诗篇中间对120篇到134篇拢是上架的诗。啥叫上架的诗？就是以色列人因要去圣殿敬拜上帝的时阵，圣殿是伫较悬的所在，所以因爱上架去到圣殿去敬拜上帝。因为这上架的路途有一段距离，因通常拢是大家结规群做伙去要敬拜上帝，所以因一边行一边着吟这上架的诗，互相激励，也怀着仰望渴慕的心，要去敬拜上帝。所以咱理解就是讲，敬拜上帝，毋是讲入来圣殿较咧敬拜上帝，伫咱要来的路上，咱着爱准备心来敬拜上帝。今仔即首上架的诗。伊咧讲一个真重要的意涵，就是讲，大家往圣殿的路上，大家来思考讲，咱要去圣殿敬拜上帝，但是有一件代志非常重要，就是兄弟姊妹大家爱和睦三听，因为和睦三听去敬拜上帝才有意义啦。咱若怨恨咱的兄弟姊妹，咱来敬拜上帝，这无意义啊。耶稣基督嘛讲，如果你若提米要来献互上帝，突然间发觉讲我甲倒一个兄弟中间阁有一寡问题，
赶紧đem伊藏来，先去甲伊和好，了开来献物件互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和睦三角徛起，这是上帝一个真重要的恩典，也是咱合一敬拜一个介要紧的因素。遮做事的人用几项譬如来形容这款的美好。首先，伊讲兄弟姊妹和睦三角徛起，那亲像贵重的油，贵重的油淋伫咱的身上。而且伊讲是对阿伦的头壳顶流到伊的喙鬚，流到伊的衫躯，表示迄个油是安那真济哦，真济，代表迄个祝福是满满，油是代表祝福，祝福满满。兄弟姊妹和睦三角徛起，咱领受真丰富的恩典。伊用第二个譬如，就是讲，亲像黑门山的甘露降伫锡安山。如果咱来看即个圣经地理的地图咱就知影，黑门山是伫北边的所在，锡安山是伫南边的所在。所以这些人，伊写到遮的时阵伊想到一件代志，就是伫以色列人伊历史中间捌有发生即款的代志，就是当所罗门了，因的王国分裂做两个国家，北边叫做以色列，南边叫做犹大。分做两个国家了，原本就是兄弟之邦两个是兄弟，但是常常冤家，无真好斗阵。但是后来这两个国家拢被外族所灭，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来消灭，南国犹大无几年了，也被巴比伦来消灭。其中亚述帝国为着要统治这个以色列国，所以伊就用这种方法，就将迄个外族移民移到这个所在，互因甲伊通婚啦。通婚了，因就袂记即家己啥物款的人，所以安尼较好统治。南边犹大被巴比伦灭了，巴比伦国是用将因的精英分子带掠去巴比伦。咱知影历史上后来巴比伦被波斯帝国灭掉，波斯王后以色列人会当转来到耶路撒冷。但是即个时阵即转来遮耶路撒冷的遮的人，看北国遮的已经甲别人通婚生落来这后代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因就改原本就是兄弟，但是因感觉讲因的血统无纯正，所以无要接纳因。所以两个原本就是兄弟，煞互相对敌，斗阵袂好势。所以圣经中间讲，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连斗阵、连讲话、连见面都无爱。所以这些人写诗写到遮的时阵，伊想到一件代志，原本的是兄弟结果即马冤家所以伊想到伊的历史中间有即款的事件，伊就讲，亲像黑门山的甘露降临到锡安山，北边的黑门山的迄个甘露，互风吹到这锡安山，滋润锡安山的群山岭。伊讲，这是兄弟姊妹和睦三角徛起的一个美好，人无搁再分国，无搁再分派，兄弟成做兄弟，南北合一，无搁再互相歹款待，无搁再互相攻击。所以用这个譬如来说明。第三项用伊讲伫遐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活命。就讲当兄弟姊妹和睦三角徛起的时阵，咱能领受一个真大的福气，就是永远的活命。咱知影要得到永远的活命爱安怎？咱今仔日爱信靠耶稣嘛。但是如果每一个信靠耶稣的基督的人，无要甲兄弟姊妹相听，这证明伊的信是假的嘛。咱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咱就会甲咱的兄弟姊妹好好斗阵。安尼，咱会当领受上帝所应允的迄个福气，就是永远的活命。咱常常讲，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咱每一个人拢是兄弟姊妹，所以咱伫教会中间互相称呼兄姐。
因为咱是受上帝警调，受上帝呼召，是命中注定要透过三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特别伫新约圣经中间，耶稣基督对咱讲，三听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哦，咱来理解。拄则咱所读的第二段经文，伊来讲，所以基督安尼命令咱，迄个听上帝，也必须要听家己的兄弟甲姊妹。所以三听毋是清清彩彩的代志呢，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伊命令所有伊的学生，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爱彼此三听，爱听家己的兄弟甲姊妹。彼此三听吼，毋是简单是命令，吼，是咱无法度拒绝的使命以外，彼此三听嘛是咱一个责任嘛。咱知真正的听是爱有责任的。你若讲啊，听迄个无负责任的听，迄毋是真的听。吼，咱要找一个对象结婚，咱嘛爱知影对方会当对咱负责任嘛。咱才会当将咱的终身委托互伊嘛。啊，若无负责任的听，毋是真的听。咱其实这道理真简单。咱听咱的囝儿甲查某囝，咱就感觉讲，哎，我对伊有责任，所以我爱供应伊的需要，爱养起伊大汉，而且爱互伊的行为会当细正。这才是负责任的老爸老母，这是真正的听嘛。所以咱真正咱来理解就讲，当咱个别咱领受这个命令，咱来彼此三听的时阵，咱就带有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对对方有责任。所以咱牧师常常讲一句话：听是啥物？听是伫需要的所在看见咱的责任嘛。听是伫别人的欠缺顶面看见咱的责任嘛。所以咱领受这个三听的命令，咱同时也爱对对方负责任。所以咱伫教会中间爱学习这个彼此三听。那既然是安尼，咱要安怎彼此三听？牧师有三项建议，咱做伙来学习。第一项建议就是讲，三听一开始你就爱学习去接纳，彼此接纳。为什么爱彼此接纳？因为咱拢是无共款的人，上帝创造咱拢无共款的性格，无共款的性地，每一项拢无共款。啊，因为咱是生长伫无共款的背景嘛，咱有无共款的生活经验，甚至咱有无共款的价值观念。但是因为上帝咱呼召，互咱成做一家人。啊，因为无共款，所以咱就爱学习彼此接纳，透过彼此接纳，咱成做一家人。咱莫讲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你讲你家己厝里的人。你家己的囡仔都两个囡仔都性格无共款啊！因为人是无共款的，所以咱来彼此学习接纳。保罗先生同咱讲，所以恁来彼此接纳，那亲像基督接纳咱同款，互荣耀归乎上帝。所以保罗即句考劝咱的话真重要，就是讲，伊讲咱来彼此接纳。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接纳咱啊！咱拢是无完全的人，咱拢是罪人，基督嘛接纳咱。咱若会当彼此接纳，咱会当归荣光互上帝。所以牧师有三项提醒，咱一项一项来学习。第一项就是讲咱来到教会咱对人对教会期待爱正确。有一寡人伊带着一个完美甲理想去看教会中间的每一个人甲每一件代志。我来讲，你若安尼想你绝对会失望。因为教会内底无一个完全人，咱中间若有一个完全人伊就无需要耶稣了，伊免来教会。所以你若感觉你若完全，你即摆会当出去，因为你无需要救恩。但是咱每一个人拢无完全，咱拢是软弱的人嘛。咱若抱着一个期待讲，咱来到教会要看到拢是天使，拢是完全的人，无可能啊！你一定失望，因为教会是一个无完全的罪人的集合。我当下要去读神学院的时阵我拢想讲神学院可能是一个完美的所在。
我想讲，新唐伊可能是会知吼，天也未光吼，啊，着讲经，啊，大家着摸一本圣诗，摸一本圣经，哇，大家拢足爱去，礼拜堂内底，唱诗歌学了上帝，啊，叫去到遐讲，嘛是有人困袂起来，爬袂起来。我拢想讲，新唐伊可能大家拢亲像天使同款，拢带着天使的笑容路人，看着大家拢互相关心、互相关怀。伊去到遐嘛是真侪人会艰苦。拄着艰苦的事嘛是会流目屎，我拢感觉新唐伊可能是一个真好，老师款待学生拢真好，拢用心，甲咱教。当然老师是用心，但是伊要求嘛真严格。去新唐伊阁爱考试呢，考试阁会来做无及格呢。我若拢抱着即款一个完美的印象去即间学校受造就，我一定会失望嘛，因为迄嘛是侪人集中的所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教会中间对教会甲对人的看法爱正确，咱拢是无完全的人。所以，因为咱无完全，所以咱较需要互相接纳嘛。咱较需要互相接纳。咱来明白着讲，教会是一个强调上帝恩典的所在。教会中间有可能会发生人的错误，做代志会发生问题。但是教会的错误是需要被改正，毋是需要被谴责；需要被包容，毋是需要被谄媚。因为上帝怜悯甲公义是相款的、相并重的咱拢需要互相接纳。因为当咱看到一人跋倒，咱想讲有一天我可能有人跋倒，所以我先来扶起来。有一天我跋倒的时阵，伊会帮我扶起来。所以，咱要有这款正确的观念来参与教会生活，你才袂失望。第二项，咱要互相接纳，就是咱要专注伫共同的所在。因为人甲人中间有太侪无共款的，但总是因为咱的无共款，所以互教会生活才会当丰富嘛。至少咱有一项共款，一个人甲你做无共款，但是至少有一项共款，就是咱有共款的信仰。圣经哪能讲？基督亲像一个身体，有真侪肢体。虽然身体有真侪肢体，但是也是属于一个身体。咱伫教会中间，有人是手，有人是骹，有人是目睭，有人是喙，拢无共款。但总是咱拢属于一个身体，因为咱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所以咱因为专注伫即个共同点，所以咱会当学习彼此接纳。第三项。就是咱每一项拢有优点有缺点，咱着较少去看别人的缺点，较侪去看别人的优点。要接纳别人，你要用正向的思考来判断每一个人，去欣赏伊的优点，毋是去论断别人的是非。其实要论断别人的是非，足简单的。今仔圣歌队唱歌，若有一音唱毋对。咱拢听出来，今仔应该无唱毋对，其实我是听无啥有啦，那有一音唱毋对，咱拢听出来。但是有几若百音拢唱对，咱拢无来鼓励，咱一音唱毋对，咱来谴责。牧师讲话可能讲100句，中间有99句可能拢正确的，一句讲毋对，讲漏câu去，还是讲无正确。大家拢掠迄句，对这人无公平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要较专注去注意别人的优点，毋通去看别人的缺点。那安尼，咱会真容易失望，无法度接纳。特别是有一项代志会破坏教会的内部的和谐甲合一。你若要破坏教会你着做这项，就是去论断别人的是非。耶稣讲毋通评断人，毋通论断人，上帝就袂论断你。因为恁怎样论断别人，上帝也怎样审判你。为什么耶稣叫咱毋通论断别人？因为论断是上帝的代志，毋是咱的代志。咱人做咱的代志就好，咱会当做判断，但是咱毋通去用论断。论断是属于上帝，互上帝去做。
有一个牧师叫做华里克，伊有写一本册，伊中间写讲，如果咱若开始批评教会兄弟姊妹的时阵，有4件代志会发生。第一件代志，就是咱马上失去甲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无欢喜这件代志啊。圣经中间讲，你若无听你的兄弟甲姊妹，你就是无听上帝嘛。听上帝就听兄弟姊妹嘛。你若开始论断兄弟姊妹，你就失去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嘛。第二项，你就暴露出你家己的软弱，你的骄傲，因为你开始要做上帝啊，你开始要把别人定罪，定罪是上帝的代志啊，毋是咱的代志。但是你开始去论断别人的时阵，你就是骄傲啊，开始咧定罪别人，也显露你家己的无安全感。第三项，伊讲会招来上帝审判，像即句耶稣所讲的，你用啥物牛气牛别人，上帝就用即款的牛气就牛你。你若审判别人，你若评断别人，上帝也照样要审判你。最后一项，伤害教会集体的和谐，伤害教会集体的和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着爱真清楚，论断别人、批评别人、看别人的缺点、批评别人的缺点，就会带来这4种无好的效果，影响整个教会和谐。这用伫家庭有哪小共？顶回陈坤生牧师来，甲咱提醒讲，你若做太太若要让你的先生赶走，足简单，你着逐工来批评。相反，教会中间嘛是小共。你若要互教会无和谐，你着开始看人的缺点，论断人的是非。这是咱来注意。要接纳别人，你着加去看别人的优点。所以咱学3项真重要的代志。第一，就是对教会、对人的期待爱正确。然后较侪去看咱共同的点，特别是咱是共同信靠一个上帝。最后，咱来去看迄个优点，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要来学习的，就是讲，咱拄则咧讲这个接纳，这是较被动的。第二项关怀就是主动的。关怀是积极的，是主动的。伫教会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咱来彼此关怀，来维持这个命定的关系。上帝呼召咱成做教会，毋是爱咱来聚会了，聚会尔，伊是爱咱做伙去体验生命。为什么咱爱教会敬拜？那即摆敬拜的管道真侪，你伫厝里嘛会当看直播。为什么咱爱教会？因为咱是一个合一的群体，咱来遮毋是简单咱家己咧敬拜上帝，咱是甲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做伙去经历生命，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互相关怀，就是会当互咱做伙经历上帝的恩典。牧师已经讲过足侪遍，耶稣基督讲有2条诫命上介重要，第一条就是爱听上帝，第二条就是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听上帝甲听厝边是袂当分的。咱甲上帝关系好，咱就一定甲人的关系好。因为一个听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伊一定会当甲人保持好的关系。倒边来看，如果咱若甲别人无法度建立好的关系，咱甲上帝关系就袂好势。所以关怀是非常重要。上帝应允这个永远的画面，就是伫彼此相听、彼此关怀中间产生的。所以圣经同咱讲爱心存谦卑，别人看，别人看别人比家己较强，别人毋通顾家己的代志，也爱顾别人的代志。有一对爸仔囝，因囡仔咧问老爸问题，伊讲：爸爸，这世间敢有天使？因老爸来讲有这世间有天使甚至咱人嘛会当食做别人的天使。这囡仔讲天使敢会飞？这老爸来讲天使会飞的原因是安怎？伊看家己较轻啊，伊看家己较轻。所以你若要做别人的天使
你得爱看家己较轻啊，看别人较重。吼，亲像圣经中间所讲的，吼，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代志，也爱顾别人的代志。看别人的需要比咱家己的需要较重要。这种就是付出关怀的一个动机。牧师常常感觉讲，咱如果教会中间上该吸引人的所在是啥物货？就是咱彼此关怀迄个气氛。如果咱教会氛围就是大家人拢彼此关怀的时阵，教会就是让咱有先去担着上帝国的滋味，那亲像天国同款。上帝恩典就伫咱的彼此关怀中间临在。如果咱中间有人感觉讲，牧师，我来到教会吼，遐尼久吼，拢无一个人来我关心呢，安尼你着看见问题对无？什么问题？就是你家己有问题啦。你会开始去关心别人啦。咱若开始去关心别人的时阵，咱就会当互相去关心，因为关心关怀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咱较主动的，毋是坐伫遐听候别人来关心。咱互相关心，就是你也开始主动，别人嘛会当主动关心你。所以关怀是非常重要，会当创造一个真水的迄个气氛，吸引人来到这个团体。最后一项牧师要大家讲的，就是彼此相听有一项真重要，就是爱互相激励。兄弟姊妹斗阵有一件真重要，就是互相激励。因为咱知影要奔走天路的过程毋是遐尼简单的。咱常常会拄着真侪试炼，拄着真侪恶担当的事，有时嘛会跌倒，有时嘛会受伤。这个时阵大家兄弟姊妹斗阵互相激励。咱来到教会这大家庭，咱就对其他人有责任嘛，别人对咱嘛有责任，所以就是咱咧当行天路的过程中间，会当互相激励。当人忧伤的时阵，你来勉励一下，互伊会当继续向前行。当人失志的时阵，你来帮赞一下，鼓励一下，互伊心智去恢复。所以圣经一再咧讲这个，讲我愿劝兄弟啊，你来警戒遐个无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丧志的人，帮赞夫妻软弱的人，也要正人忍耐。这种是教会中间爱做的，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圣经嘛安尼讲，爱彼此相顾，激发疼心，勉励行好。伊教会生活就是安尼，互相帮衬下面，咱才会当同行天路。因为你家己一人要维持一个圣洁灵性的生活是真困难，所以你要有属灵的同伴啦，带你勉励，带你提醒，互咱会当真谨慎去行天路。咱看到周报中间牧师有一个计划，就是咱对5月初8开始要开一个查经班早起是一班，下暗是一班，2班拢相共，你选一班来上。查经班即个咱用24周的时间，24礼拜的时间，要来看加勒泰书。有人讲牧师加勒泰书较6章尔，我一工就读了啊。较爱查24周，24周是半冬呢。这无啥物奇怪，我爱着真谛几十尔，我讲一冬啊。咱爱真详细来读加勒泰书，所以咱用半冬的时间来读加勒泰书。这当然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啊。所以咱来找同伴来做伙读，咱伫找属灵的同伴，甲咱做伙经历上帝的话，这是上界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咱互相勉励，当人较冷心倒退、读袂落的时阵，咱来鼓励一下。当咱拄着相关的情形，别人来咱鼓励一下。这才是教会生活中间上界宝贵。咱等下要吟咱上年的诗歌。就是圣诗317首，这条叫做《相连》，牧师也大概讲过。
这条诗歌对咱来讲有真深的意义。伊安尼讲，你若欠亏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咱。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得你。咱决意相听，由圣心来帮咱。我若拄着心烦恼，你着替我来祈祷。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得你。你若祷告心要冷，我着勉励你警醒。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得你。这首彼此相听的诗歌，是咱相连的记号，也是咱相连的祝福。所以，咱领受这么大的恩典，伫教会中间，上帝互咱拄着真侪真好的兄弟姊妹，互相接纳，彼此关怀，彼此激励，互咱当领受上帝互咱迄个大的祝福，就是永远活命的祝福。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伫教会中间有真侪阮属灵的同伴，真侪兄弟姊妹，互阮学习彼此相听的功课。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充满你的听，来实践彼此相听的功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